前总统蔡英文受到邀请入去欧洲议会大楼，是咱热林总统当中第一人。伊强调台湾是民主的同伴，希望国际社会继续来支持。以色列宣布，甲哈马斯的领袖辛瓦大使研究员讲，这可能会为以哈冲突找到出口，也毋过哈马斯嘛有可能会太临即堵消。内塔伊全令发生大死人的意外真首尔警察厅厅长金讲好，因为证据无够，互人看无做，加上讲这是欺骗大家，爱检方继续上诉。观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您收看今仔日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中国伟大军演，即马已经到一个坎站。其实这当中有渔民伫小琉球西南边军演范围以外的所在，发现那像是中国海洋气象的这个浮动。因为这个时间点是真敏感，所以外界要讲这有可能就是中国咧收集咱的资料。学者就来分析讲，这中国有可能是有军事的用途，咱政府应该就要注意海洋探测活动，来维护国家安全。黄色物件伫小琉球西南边56.6海里所在浮沉，上细细看顶悬有福建海洋气象调动海协3号顶简体字，这是屏东小琉球渔民17中昼伫海上作业发现疑似中国海洋气象调动，18海巡接到琉球区渔会通报，马上派巡人员到现场勘查。你在海上可能所谓的警示灯啊，如果没有打警示灯啊，在海上可能会造成那个航安问题啊，可能是一个固定的绳索灯也换了。云林舰持续于现场观察该浮标是否锚定，及扩大搜寻是否有类似浮标，并将相关资料通报有关单位进行联系。渔民发现的时间点对，也是中国伫台湾周边军演的时间。虽然调动伫演习范围外航道出现，不过出现时机点敏感，引起外界质疑中国是假气象之名，成正所之实。学者分析，这种设备应收集附近水文资料，就算中国原本设定是海气象用途，不过掌握附近海洋气象等资讯，对军事用途也较有帮助。多多少少可能会视为是对我们海洋主权的一种侵犯，特别是海军来说，那这个了解海洋的气象其实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你不能排除它可能是会用在其他这些，也许军事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用途也说不定。今年初8赴中国北斗卫星专用芯卡的大型黄色浮球飘到澎湖山坡，去年11月底，这海峡也出现过应付简体字中国海洋调动、冲上花，加上进行对话，常常用空飘气球扰台。或者建议政府爱追中方伫台湾周边展开气象探测活动，必要时阵要有相关应对处置，阻断国安分忧。记者综合报道。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澳洲，伫台湾时间10月17去到澳明的总部，也就是比利时的布鲁塞尔，来看这热林总统去到澳洲访问的，还佫有李登辉，这两个人因拢有去参加过公元2000论坛。但倒是这蔡英文除了这论坛以外，还佫受到邀请入去到澳洲议会大楼，是咱热林总统当中的第一人。即马蔡英文是甲澳洲的议员强调讲，咱台湾是一个真值得信任的民主同伴，希望国际社会会当继续支持。前总统蔡英文访问澳洲第3站，到澳明总部所在地比利时波罗塞尼，是咱国社联元首头一个受邀请进的澳洲议会大楼，由意大利籍的新任澳洲议会副议长皮奇耶诺亲身接待。嗨，好。斯洛伐克籍议员莱克斯曼主持欢迎会时指出，蔡英文伫总统任内勇敢面对中共威胁，这种决心甲勇气启发所有捍卫民主自由的人。We need to strengthen our cooperation and not to allow our adversaries to place limits to our relations. It is the sovereign right of every European country to develop relations with Taiwan. Madam President, I hope that your visit here today will inspire all of us to work tirelessly together in defense of our freedom. 现场有超过80位澳洲议会议员出席，包含立陶宛前国防部长朱纳维、比利时生态党联合主席科纳提也提手机甲蔡英文翕相。德国一个澳洲议会新任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安格鲁发文讲，蔡英文是互人印象深刻的领导人。另外，长期支持台湾前比利时国会友台小组主席达尔曼是以一位鼓励人心的女性来讲蔡英文，而且伊传了台湾将是世界上上怪闹热、自由民主的国家之一。We are eager to deepen our connections with the world.
Taiwan's role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has grown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crucial, and trusted partner in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in strengthen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ecurity. 蔡英文感谢澳洲议会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并且强调台湾致力维持大海现状，也希望全球民主伙伴应共同团结，阻止中国想要经由武力胁迫，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国这礼拜一伟大军演对海空是予咱正大的压力。赖总统是感谢迄天及时做出应变的国军部队，包括着空军作战指挥部、海军海防机动中队，也有海巡署的舰队分署。这赖总统是除了头届甲飞行员来通话，也感谢海巡甲国安单位发挥力量，伊也强调这后代决心绝对袂变。请持续守护台海领空，确保国家安全，祝飞行平安顺利。Happy landing。总统赖清德头一摆甲空军飞行员通话，感谢守护领空。赖总统则被到空军作战指挥部视察，因为中国这是伫台湾周边进行联合来舰2024比演习。对咱海空施加军事压力，国军甲海巡联手守护国土的安全。总统特别编列相关应处的部队。这一次中国的演习我们大家都全神戒备，全力以赴表现都非常的杰出非常感谢你们。机动二中队，加油！甲官兵斗阵伫咸丰飞弹发射车头前来翕相画画，赖总统来到桃园海军海防机动中队视察，相反是来慰劳国军，也一一期勉官兵握手致意，颁发奖赛金。以上装备用于民众过海救援。听出海巡人员介绍，也甲手提列显像仪器摕来试看。赖总统到海巡署舰队分署来慰勉官兵。有中国军演期间，金门海巡也查到偷渡客。总统调到时信慰勉第12巡防区的官兵，地主是强调4点后代决心不变，政府维持海巡甲国军的靠山。我们保护国家主权的决心不变，我们维护海域国际自由航行的决心不变，安定社会、安定民心的决心也不会改变。我们保护渔权的决心也不会改变。总统也肯定海巡伫中国军演过了后，对着中国铺设地带侵扰，应对态度积极，也讲到未来7年将会搁再完成在一架1000吨级以上大型的舰船，提升海巡的海域执法量能，维护国家主权。记者综合报道。海基会前董事长戴文灿伫今年7月时，因为涉嫌贪污来请辞。陆委会伫今仔日发布新闻稿，推荐由前监察委员吴鸿山来做海基会的董事长，希望吴鸿山会当带领海基会团队来接受政府的委托，协调处理两岸的事务，维护两岸人民的利益。也那吴鸿山伫接受台记台专访的时阵，表示讲伊会拍拼来成立海基会设立的目的。目前担任高尊县基金会董事长的前监察委员吴鸿山，未来有新的任务。陆委会拜五发布新闻稿，推荐伊来做海基会的董事长。吴鸿山表示，会拍拼达成海基会设立的目的。若是讲认为讲和平上重要，那安尼啦吼，双边大家拢讲好话，拢讲做。实在的话，存好心，讲真诚的话，做实在的代志，做对人民有益的代志。吴鸿山今年79岁，过去捌做过各大代表、公司董事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监察委员等重要的职务。伊表示讲，海基会成立的宗旨是协调处理两岸交流，维护两岸人民的利益。希望会当带海基会团队提供民众更较好的服务。海基会就是接受政府委托，也去协调处理两岸人民的交流的代志。同时也是做爱去做维护两岸人民的利益。
面对两方交流互动的挑战，吴鸿山表示这是真重要的任务，也感谢太太的支持。既然已经接受这个挑战，就会尽全力去完成。若海基会是打算11月初4召开董事会，完成推选的作业了后，吴鸿山就会正式出任海基会董事长。记者中嘉义谢桂林采访报道。国际消息来看，以哈冲突即马有新的进度，以色列是来宣布已经甲哈马斯的领袖辛瓦断死啊。这辛瓦是互人认定是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主谋之一，也是停火上界大的阻碍。即马研究员是讲，这辛瓦死亡有可能是会为这场冲突找到出口，也毋过哈马斯嘛有可能因为受气转台临这毒枭。哈马斯的领袖辛瓦坐伫野顶，规身躯拢是烟叶，面部为金炸条，手的伤势真严重。正手提棍啊，对无人机是一直弹咧反抗，但是无弹着。这是辛瓦死前上尾的画面。以色列的士兵伫加沙的南部拉法的枪战内面，甲辛瓦弹死。若要是透过气口的记录、砖头文和 DNA 比对，确认死亡的人都是辛瓦本人。辛瓦伫1962年出生伫加沙走廊南部甘尤尼斯的难民营，伊接替伫7月底互以色列暗杀死亡的哈尼亚，被作哈马斯最高领导人。辛瓦对任何和以色列合作的人，都会采取粗鲁的暴力，嘛互以色列叫做是邪恶的面，佮有对甘尤尼斯来的台地的。生活伫以色列坐监24天，期间目严重头痛，互以色列的医师手术甲救倒来，而且伫2011年的换犯人活动内面放放倒来，咱来到加沙继续投入哈马斯的活动。2015年，互美国国务院和欧盟列作是恐怖分子，佮7月2023年10月初7对以色列越境的攻击。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17向哈马斯来发话，强调讲，只要因解除武装，而且把所有的人质放倒来，这场一冬外的战争就会当结束。但是到目前为止，哈马斯是拢无回应。Yahya Sinwar is dead. He was killed in Rafah by the brave soldiers of the Israel Defense Forces. While this is not the end of the war in Gaza, it's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纳坦雅胡讲，辛瓦和后壁是移动甲华的真主党领袖死亡，会互中东有和平的机会。华府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是表示讲，辛瓦的死亡，互看作是这个冲突的转机，有可能替即卖危机找到一个出口。Sinwar was very much an opponent and an obstacle to reaching a ceasefire deal that would release the remaining 101 hostages in exchange for either a temporary or a full cessation to the conflict in Gaza. Now that he's dead, new leadership might see the conflict in a different way and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change course. There is also a real danger, though, that the shock factor for Hamas on the ground to have lost Sinwar could easily result in, I worry, execution of hostages as revenge. 辛瓦伫以色列坐监的期间是学会晓希伯来语，过去受访的时阵，伊捌用希伯来语呼吁以色列的民众，要求政府和哈马斯休战，嘛捌表达战争对所有的人拢无好处。伊讲到伫以色列坐监的经历的时阵，讲伊毋捌放放出来，只是换一个家角尔尔，用这向外界传达加沙居民的困境。公司新闻新乐部的编译。南韩伫个前年的万圣节发生梨泰院打死人的意外，迄当阵是造成159个人死亡。也毋过，这个案件的判决所引起真大的民怨。来看这残疾上界县的前首尔警察厅的厅长金光浩，去互检方甲起诉，结果法院所因为这证据无够，所以甲判无罪。另外一个无罪，也阁有前龙山区的厅长，也若其他2个这官位有较低，顶多是互人判2档以上的徒刑。针对这个判决，这死者的家属是表示讲，这根本就是咧欺骗大家，要求检方继续上诉。画面中嘅红色的裤带，前首尔警察厅厅长金光浩，17日判决结果出来了后，行出法庭。在庭前警力严密戒备之下，真不简单为真侪采访记者当中客上车，煞搁拄到真生气搁悲痛的罹难者家属，逃伫车道想要阻止离开。大批执法人员将家属团团包围，搁是苦劝，搁是诱人，真不简单，才清楚通道，让金光浩离开。 자리가 멀어서 수천 건의 신고가 들어오는데도 몰라도 된다고 합니다. 아이들이 계속해서 112 신고를 하고 있는데도 출동하지 않아도 무죄라고 합니다. 어떻게 이런 일이 있을 수 있는 것입니까? 사법부는 이제 부끄러움을 아십시오.
金风号因为涉嫌逮捕执政，亲像无派遣警力为大型人群集会，可能有安全风险做好准备。互检方以劫富过失致死的罪名起诉，求处5年徒刑。是立泰万圣节惨案被起诉最高层级的官员。所有西区地方法院法官认为，前警方的罪犯无符合大众期待，不过检方提供证据，无法度证明金风号的逮捕历史确实是促成这个惨案。特别是为首尔警察厅甲龙山区警局提交报告甲简讯内容来看，金风号无假可能理解立泰现场有严重事故风险，爱采取预防措施。除了金风号以外，案发迄时阵值班各界警官刘美珍、警备应变组组长郑大经，迄天也判无罪释放。罹难者教育协会副理事长李正民表示，家己亲像是看一场笑亏底局，毋是公正的审判。有问题，毋过无人犯错是啥物意思呢？强调继续奋斗落去，一直告诉应该负责人，包含金光号在内，全部都应该遭受应该有的处罚。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全球是有11亿个人生活散车，其中有超过一半拢是囡仔。尤其去年呢是2次世界大战了后，全世界战争上介济的一冬，当咧烧战的国家，散车的状况是搁较严重。以下战火无停，受冲击上严重的就是平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17发布年度多元散车指数，报告内容指出，战争国家的散车率比其他国家高出3倍。去年是2战以来全球发生上济冲突的一年，全球有11亿人生活在严重散车之中，其中4.55亿人生活在冲突的污染之下。年度多元散车指数是2010年起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甲古今散车参定类发展长期。当年数字来自112个国家，总数达到63亿人口的资料，佮采用欠协同大棚、卫生条件、电力、主食燃料、营养甲出效率等指标进行评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表示，需要加紧行动支持一国人。对于生活在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散车人口来讲，处理基本需求的滚涨是一场更较艰难、更较绝望的战斗。报告也显示，大约有5.84亿阿未满18岁人口，当处理极端散车占全球囡仔总数27.9%，成人是占13.5%。受冲突影响的地区，散车程度也悬出真济。根据乌普萨拉冲突资料计划数据显示，在战争国家有超过1/3的散车人口，无受冲突影响的国家是只有10.9%。2022到23年，阿富汗全国有约2/3人口处于散车状态。另外，印度是散车人口上侪国家，在14亿人口中有2.34亿人。其次是巴基斯坦、伊索比亚、奈及利亚甲公国民主共和国，这5个国家都占11亿散车人口约半数。公视新闻陈慧珍编译。中美洲的古巴甲南美洲的厄瓜多，这2个国家即马是拢咧欠电。这古巴是因为油的进口去牵着，所以电力是无到总需求的一半。也那厄瓜多即马是因为碰到数十年来上介严重的可旱，水上过头少，无够发电，才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古巴夏瓦那街路的咖啡厅甲各种小商店，电火甲冰箱全部无电通用。日时也较无要紧，到暗时几乎暗做生理。街路上即个路顶甲交通负荷拢袂到。根据西班牙的古巴新闻网报道，全国最近电力无够瓦近1600万瓦，尖峰时间更加无够1700万瓦，占全国用电需求2600万瓦的6%以上。古巴的电力来源超过90%是来自火力发电，也发电所需要燃油全部是瓦克进口。因过进前受到飓风这天气因素影响，油轮无得停课，造成这燃油补充来拖延。La causa fundamental, el barco de combustible que tenía que trajo el combustible fuel, estuvo prácticamente una semana que no pudo entrar por las condiciones del tiempo a la bahía Matanza y eso, por supuesto, retrasó toda la logística de combustible que estaba planificada para las centrales flotantes y los emplazamientos de María Limoa. 不过，官员认为讲，伫油轮陆续到位了后，这样温度应该使得到缓解。因南美洲的厄瓜多10几年来，因为政策因素，70%以上电力来源靠水力发电。因佮面临几10年来上介严重的可旱，水库欠水，互发电厂无法度运转，无够电力也超过1800万瓦。
欠电除了互民众生活不方便，最小生理的店头更加是真艰苦。Sinceramente, no creo posible poder aguantar con esto así, ni una semana más. En sí, esto está quebrado, los negocios están yéndose al piso y uno tiene que sacar para poder pagar del arriendo, cubrir los gastos ya del bolsillo propio, que eso no representa el esfuerzo de uno. 政府的做法是伫遮进口电力，即只停伫南部港口的水力发电船来自土耳其，发电容量有180万瓦，占这无够电力也无够一成，不过也是加减有帮助。根据政府的计划，未来1年内要以这款的方式，直接买1280万瓦发电容量来解决电力无够的问题。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环保的概念，即摆是当咧实行。来看中美洲的哥斯达黎加有一个庄头是靠掠鱼咧过生活，也毋过遐个人煞甲这鱼肉厝起来，鱼皮全弹掉。非政府组织看到即款的现象，就甲当地富人人甲这个鱼皮摕来做鱼糕等等的物件，互电园会当发展无共款的产业。将鱼卵卤掉，放红色的泥质落去，再搁把鱼皮酥酥的，互伊调色。伫中美洲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休瑟西部，差不多100公里远的这个小村庄，这几落代的人拢是靠掠鱼伫咧讨赚。已经掠到的鲈鱼，肉煮出来了，皮就等等去大海。而且5月到7月，政府全面禁止掠鱼，渔民的生活就歹过。不过，这个非政府组织2年前到3港培训15位女性，将黏黏糊糊的鲈鱼皮变做永续时尚。Porque esta piel antes era arrojada al mar y ahora ya no va a contaminar, ahora se va a utilizar para procesos de hacer cuero o piel o tela. 一个妇女讲，一开始因对鱼皮会当变做时尚用品也无啥相信，不过因得到非政府组织的教学，将鱼皮用沙文、甘油、酒精洗清气，结果浸喺无共色的泥质内面，然后将鱼皮放喺日头下晒4天了，就变做鱼皮食品。除了防水也无臭臭味，怎么因有更加侪想法，将鱼皮做做鱼糕。Estamos ya cuando están listas, secas de viaje, porque las entablamos. Y entonces nosotros hacemos las bisuterías, aretes, collares, pulseras y tenemos en el proyecto tenemos hacer bolsos y monederos también. 除了做鱼皮食品，这寡妇女也搁经营社群，将成品放伫咧网络顶卖，亲像一对蝴蝶形的鱼糕，卖7块美金；一人一个鱼皮做的皮包，伫网络顶会当卖到几落百块美金。另外，因也将这款食品卖互附近港口的纺织商店。Me gustaría que se viera en las pasarelas de Hollywood, me gustaría que se viera en Canadá, me gustaría que se viera en París, en las grandes pasarelas de París. 因讲真欢喜，怎么有这份头路，所以唔但是会晓做家务，还个让趁钱斗相共厝内，而且因也希望有一天，因的鱼皮时尚会当登上世界舞台。公视新闻沈乐培编译。感谢你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麦尚莹。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